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初7，诗篇147篇50安尼讲：伊算星辰的数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咱的主至大，有大气力，伊的智慧无穷尽。三甲来祈祷，有大气力，佮智慧无穷尽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创造宇宙万物、日月星辰、高山大海、地上海中一切的活命自在。主啊！你的权柄无生命通比，你的阳光遍满伫全地，你的智慧远过阮所通知，你的信息永无改变，你的慈爱永远伫地。主啊！愿卑微小看的人，竟然通得你的疼痛，这款的恩典，阮实在算袂了。主啊！人算什么？你竟然安尼顾念阮，主啊！你互万物照你的旨意来运行，你算星辰的数目，一粒一粒甲因号名。主啊！你至大，有大气力，你的智慧无穷尽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